Hello，大家好，我係 Carrie 李若凡。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英鎊嘅睇法。近排大家最關注嘅就係呢一個伊朗嘅戰爭啦。咁因為呢一樣嘢係令到個能源價格持續向上，好似英國嘅呢啲天然氣嘅價格曾經都升過大概70%嘅。咁正路咧喺咁嘅情況底下，應該講緊個英鎊表現都會比較失色少少。但係咧，誰不知我哋見到喺呢個戰爭開始以嚟，雖然美金咧表現係最強嘅，咁但係非美貨幣入邊 G10 貨幣入邊表現最好嘅竟然係英鎊。點解會發生咁嘅事嘅話，我哋覺得最主要係因為市場對英倫銀行嗰個息口嘅預期出現咗非常之大嘅轉變。曾經喺戰爭之前，大家係覺得英倫銀行全年係需要減息2次嘅，咁但係戰爭之後嘅話咧，我哋見到最近嘅英倫銀行會議上面，因為佢哋係變成一致同意維持息口不變，冇再有人支持減息，再到佢哋有提及隨時準備好咧去對抗翻呢一個戰爭帶嚟嘅通脹之後，大家覺得可能講緊呢個英倫銀行最快會有機會喺4月份就去加息，甚至乎全年加息係要加2.4次左右。咁本身覺得2次嘅減息到而家要超過2次嘅加息嘅咁嘅調整，直接令到個英鎊受惠於一啲利率上面嘅優勢啦，咁支持咗個鎊相對偏強嘅一個表現嘅。咁但係呢個咁嘅表現係咪真係可以持續到咧？我哋覺得係表示質疑嘅，因為始終講緊英倫銀行點解會喺戰爭之前，大家覺得佢哋要減息，正正就係因為個經濟比較疲弱，包括英國嘅呢個就業市場數據咧係相當之疲軟嘅。咁如果我哋講翻嚟緊呢個能源價格咁高，而英國有70%嘅一啲家庭其實佢哋都係依賴緊天然氣嘅暖氣去供暖嘅話，咁分分鐘嚟緊咧會係面臨緊呢一個生活成本上升嘅壓力。唔好唔記得就係2022年俄烏戰爭嘅時候，英國咧都經歷過一場生活成本危機嘅。咁如果話個生活成本不斷向上啦，個經濟都會受到拖累。而喺經濟疲弱嘅時候走去加息咧，都應該個經濟會係受到進一步嘅衝擊。咁再嚟一樣嘢嘅話，就係見到呢一個加息嘅預期啦，或者係通脹預期升溫咗之後。講緊10年期嘅英債息曾經升到去2008年中以嚟最高嘅水平，接近5.12% 嘅水平啊！咁呢一個咁嘅高位咧，其實對於呢一個英國財政嚟講咧，都會係帶嚟一個非常之大嘅壓力嘅。咁呢種種嘅一啲利淡因素咧，都令到我哋覺得英鎊冇辦法係維持到佢一個偏強嘅表現。咁尤其是如果個戰爭係持續落去，咁我哋見到能源價格冇辦法落到嚟嘅話，咁英國甚至乎有機會面臨一個滯脹嘅風險。仲有咧，就喺戰爭之前，我哋亦都留意到英國嘅首相佢都面臨緊唔少嘅一個政治方面嘅挑戰。咁呢一啲都係利淡英鎊嘅因素。整體嚟講，鎊對美金咧應該喺呢個1.35到1.36之間咧都會有一定嘅阻力㗎啦。下方嘅話可能會喺1.32左右揾到一定嘅支持啦。咁呢個係基於美金未必會突破到108.5，個戰爭唔會不斷升級嘅一個假設嘅。咁假設如果戰爭係升級，美金係進一步向上，唔排除鎊咧會有進一步下跌嘅壓力嘅。咁今日對鎊嘅分享就到呢度為止啦。下一期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對黃金嘅睇法，敬請期待。